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大象宽体宴会餐厅，然后我们要参加公司的一个外勤记者协会，对，就是公司主管主办的活动。那我们今天来这边当工作人员，然后今天会看到很多，比如市长啊、议长啊、立委等等的，对，那我们就要去工作。嘿，你们在干嘛？那写赞助明细。哎，何轩，听说刚刚助理有夸奖你字很漂亮。你字很漂亮吗？你字很漂亮吗？好啦，不要吵你们，让你们继续工作。代表协会祝福所有我们在场的贵宾今天大家都是圣诞快乐，然后祝福大家也可以阖家平安健康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理事长。你们在干嘛？等人来，我们要签到。哦，你们今天的工作是签到吗？对啊，然后要领钱。你要领钱，啊，钱你出的？想说你怎么那么有钱呢？你们继续忙吧，拜拜。也谢谢理事长创立了这个奖所以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呢，想要拿到这个奖励金呢，就尽量去参加我们国家级的比赛。恭喜恭喜，谢谢。要记得请客哦。是有人送电视来？好想要。是有人送电视来啊？看一下这个。我拍这个。每个人产一个。这是好像是立委送的。我们结束今天的工作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吃了这个。这是我的午餐。没有，其实我们今天吃的里面，好吃。对，今天的真的很好吃，不错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还有这个。然后还有饮料可以喝。然后这个人到底要不要走啊？这真的超好吃。这个很好吃，那个烤鸡好吃。如果你会的话。抱歉，你今天东西好吃吗？好吃呀。好吃哦。这是谁的？这个是不好说，那个拿回家冰起来的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就到这边结束喽。OK， 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